其實記憶力係咩嚟嘅呢？記憶力就係大腦儲存、保存同埋提取資訊嘅能力，就好似我哋大腦嘅 hard disk 咁樣，幫我哋記得啦，琴日發生嘅嘢啦，點樣揸車，記住朋友嘅樣，甚至乎係建立知道自己係乜嘢人。記憶力唔係單一嘅功能，而係由3個部分組成嘅。第一，短期記憶，幾秒到幾分鐘之內記得嘅資訊啦，譬如電話號碼、車牌 number。第二，長期記憶，能夠保存幾日、幾年，甚至乎一輩子嘅經驗同埋知識。第三，工作記憶，負責同時處理同記住資訊，譬如邊聽嘢就邊寫筆記啦。點解記憶力係咁重要？因為佢係我哋學習、工作、人際關係同埋情緒穩定嘅基礎。當記憶力下降呢，我哋就唔單止會忘記嘢，仲會失去自信、焦慮，甚至乎懷疑自己係咪有老化定係有問題。所以要了解同埋保養你嘅記憶力係好重要。我哋點樣去保護大腦同埋生活嘅品質呢？我哋嚟緊會教你一啲科學嘅方法，教你點樣去訓練同埋提升自己嘅記憶力。